我用 AI 加 3D Visualization 幫一間做手袋同背包嘅製造公司，將研發樣板嘅時間同成本直接減咗一半。我係 Terry， 做企業顧問20幾年，做過8000人規模製造業嘅總經理，亦都係 All in AI 3年嘅實踐者。呢個唔係概念展示，更加唔係用 AI 畫靚圖。如果你係做製造 OEM、ODM 產品研發，呢條片可以幫你避開好多坑。傳統一個新款點樣走，頭版做完寄俾設計師，等2個星期，翻嚟一句呢個位要再改，第二隻再做再寄再等。最常見就係一個款做到第8隻實物樣板先可以確認最終生產品，一年600-700萬樣板費，其實好常見。但問題唔止係錢，每一次來回都係你嘅決策時間。本來可以3個月決定嘅款，拖成半年。最貴嘅從來唔係皮革，係你一路試一路先知錯。我哋而家點做？第一步一定係實體，我哋會要求工廠先做一隻真正嘅頭版實體袋，因為我好清楚一件事，冇任何虛擬圖可以取代第一隻實物。第二步，將實體樣板交俾 AI 去理解分析，我哋會用多角度高質量嘅照片，再配合有實際尺寸嘅紙板、真實比例、結構邏輯、工藝層次、材質細節同光影反射等資料，一齊交俾唔同嘅 VLM 圖像大模型去理解分析。呢度有一步好關鍵，一般人會用 prompt 去生成，但係生成出嚟嘅只係一個類似風格嘅袋。我哋追求嘅唔係好似，而係準確，尺寸一定要準，比例唔可以走樣，質感一定要似真實材料，包括皮革、PVC、五金件，呢啲全部都係生產級要求，唔係創作示意圖，呢個係商業應用，唔係藝術生成。第三步，喺 AI 入面先試錯，我哋會用多個模型交叉分析，確保每一次修改形狀唔變，比例唔歪，結構唔亂，質感逼真，最後生成6個角度嘅高真實度視覺圖，整體真實度可以做到超過90%。設計師睇嘅時候，好似睇緊一隻已經拍好相嘅實物袋。修改過程中，如果 designer 某個位一定要確認手感，要睇細節，要 model， 照樣做實體樣板。最後一步，生產前 final 實體版。當所有修改已經喺 AI 層面確認清楚，先去做最終嘅生產版實體樣板。結果實體樣板數量由原本大概8隻減到3至4隻，研發流程縮短一半，成本同時間同步下降，1年可以慳返幾百萬。所以我成日講 AI 唔係用嚟亂生成，而係用嚟減少錯誤決定。如果你係做製造研發，你應該馬上和各部門主管找痛點，組織一個 AI 改善群銀購最新的科技，幫助公司更有效率。AI 能幫板房慳過百萬，其他部門也可以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。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面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